當你忙喺正確嘅事情，煩惱就會慢慢退場。最近我睇到一句說話，實在太有感覺啦，因為我深刻咁體會到，困住我哋嘅唔係問題本身，而係我哋將太多嘅力氣用喺啲唔重要嘅地方。第一，真正能夠改變生活嘅唔係想通，而係行動起嚟。無論你想得幾清楚，如果冇行動，生活依然係停滯不前。但係一旦你開始行動，好多煩惱會自然咁失去主導。第二，將注意力放喺啱嘅事情上面，心就自然安靜。當你專注喺目標、責任、創造同埋貢獻，你唔再係解決問題，而係等佢哋唔再嚟掌控你。第三，忙喺啱嘅事情上面，唔係冇所謂咁忙，亦唔係耗盡自己，而係將力量用喺真正重要嘅事情上邊。第四，當你願意為更大嘅事情負責，反而會更加自由，唔再俾情緒牽住走，亦都唔會困喺重複嘅內耗裏邊。你會發現承擔可以令到人企得更穩。第五，人生會為行動嘅人讓路，生活唔會因為你焦慮而改變，但係會因為你行動而慢慢打開出口。當你將每一日交俾真正重要嘅事，方向會變得清晰，力量亦都會變得踏實。你有冇類似嘅經歷？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故事，記得分享埋俾你身邊嘅朋友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